以色列驻美国的两个职员21暗伫华府的首都犹太博物馆放开枪弹死。这个30岁嫌犯有随甲博物馆内警卫投案，伊讲伊是要解放巴勒斯坦。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听到消息了后是错一条，美国总统川普嘛讲反犹太主义爱受刷。民众披以色列国旗，大声朗读圣经。伫封锁线的另外一边，美国华府的首都犹太博物馆21暗时传出枪声，造成2个以色列外交官死亡。这个嫌犯是伫暗时9:05分时阵来到美国 FBI 大楼附近的首都犹太博物馆，来到这伊枪杀2位以色列大使馆职员了后，随着向博物馆的警卫来投案。华府警方尾仔公布，嫌犯是30岁的芝加哥查甫人。案发了后，假作是现场看到的人伫附近说，尾仔就投案。案发迄暝，博物馆内举行非公开的文化活动，需要事先报名才会当参加。虽然动机还搁咧调查，不过嫌犯当场表达政治立场。The suspect chanted "Free, free." Palestine while in custody.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这件恐怖的凶杀案明显是反犹太主义，必须随终结，并强调美国无受分甲极端主义生存的空间。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是讲，对这件恐怖的反犹太枪击表示意外。The people of Israel are resilient peopl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re resilient people. Together we won't be afraid. Together we'll stand, and we're going to overcome moral depravity of people who think that they're going to achieve political gains through murder. 以色列驻美大使公布2个死者是一对爱人仔，男方已经准备好结婚手指，准备后礼拜去耶路撒冷向女方求婚。此案现场伫美国政治中心，华府市长出来强调，无用稳暴力加反犹太主义。We will not tolerate any acts of terrorism, and we're going to stand together as a community in the coming days and weeks to send a clear message that we will not tolerate anti-Semitism. 华府警方表示，枪击已经无对当地社区造成威胁，不过这件枪击案造成2个人死亡，已经去卡到以巴冲突敏感的神经。公司国际记者彭祖哲，美国华府报道。